如果有一日你突然間衝入廁所辦完大事之後，先至發現身邊冇廁紙，個座廁又冇免治設備，你會點做呢？大家好，我係力高，歡迎收睇幾分鐘變專家。相信大家都曾經聽過，甚至經歷過以上嘅情形。雖然呢啲事喺現今社會中不斷重複發生，正所謂繼往開來更進一步，喺報警求助或者犧牲條底褲之前，為咗令大家有多啲選擇，所以今日同大家睇下呢幾千年嚟人類曾經用過嘅解決方法。首先，我哋嚟睇下擁有4大發明，最先發明造紙術嘅中國。正當你以為中國人係最中意用軟綿綿嘅紙去處理大事，不如翻去唐朝之前睇睇。當時不論平民百姓定係高官厚祿，大家辦完大事都會用一隻叫做瓷籌嘅工具嚟幫手。咩叫做瓷籌呢？簡單嚟講，就係一條削得相對平滑嘅竹片或者木條。當辦完大事，就攞起條瓷籌，向住核心嘅內圍同核心嘅外圍不停刮。所以古人每次辦完大事，都要考驗手眼協調同埋核心肌肉群嘅定力。如果稍有差池，隨時會變成血流成河。去到元明清時期，造紙術發明咗咁耐，終於有人醒覺，不如試下用紙咯。冇錯，呢就叫做草紙。不過你又知唔知？其實草紙係分平民版同富貴版。平民版嘅草紙真係用上稻草、麥糠或者粗糙嘅植物纖維，求其整出嚟。呢種紙表面非常粗糙，甚至夾雜住一啲未碎化嘅草碎。雖然用嚟處理大事好過用竹片，但係感覺依然好似用緊一張砂紙咁。抹嘅時候一定講求力度同角度，否則隨時男人都會嚟月經啊。而富貴版草紙用料就矜貴得多，例如明朝內官監專為皇帝製作嘅御用草紙，係用絲綢或者頂級嘅布料精製，顏色帶淡黃，剪裁好之後觸感極之軟滑。切，仲以為有幾高級？咪即係用塊靚啲嘅布？冇錯，係用塊靚啲嘅布。但係富貴版唔單止係塊布，你諗下，如果你係皇帝，你估你使唔使自己清潔啊？嗱，事實係當皇帝辦完大事，佢身邊嘅宮女姐姐就會用口含住淡水，好似噴霧咁噴落布面，令到布面變得濕潤柔軟，然後幫皇帝清潔。呢一套全自動宮女姐姐純天然口水噴霧免治設備，比家陣10幾萬一台嘅智能馬桶，你會揀邊樣先？喺古羅馬時期，古羅馬人好自豪自己嘅公共建設，佢哋有最宏偉嘅鬥獸場，亦都有可以供80人一齊排坐嘅大理石公共廁所。你可想象到一大班人除咗條褲坐喺度，一邊辦大事一邊傾國家大事，場面係幾咁震撼。但係最清楚嘅係佢哋辦完大事後嘅處理方法。羅馬人唔用竹片，佢哋好講享受，用一條叫做 Tessorium 嘅工具處理。呢個工具就係一條木棍，頂端綁住一塊極之柔軟兼且喺地中海底撈翻嚟嘅天然海綿。利用呢個工具處理需要清潔嘅部位，係咪聽見都覺得好舒服呢？不過如果話你知呢支木棍係公用嘅，你又點睇呢？事實係一個可以容納80人嘅古羅馬公廁，得幾支海綿棍，你用完浸落一桶濃鹽水或者高濃度濃縮醋入邊，浸一浸，搞兩搞，下一個入嚟嘅古羅馬公民又拎起同一條棍繼續抹。我諗大家都明白點解古羅馬大軍咁團結啦。法國人不嬲俾人印象係最浪漫、最有藝術氣質嘅民族，尤其喺17世紀建成嘅法國凡爾賽宮，內裏極盡奢華。但係當你參觀完之後，你會發覺硬係爭咁啲嘢。點解咁大個凡爾賽宮冇廁所嘅呢？因為當時每個歐洲人心入邊都有一個極之根深蒂固嘅醫學迷信，
佢哋覺得熱水同蒸汽會令皮膚毛孔擴張，令到空氣中嘅瘟疫同埋病毒侵入身體。因為唔想毛孔打開，佢哋唔單止長年唔沖涼，甚至佢哋眼中一間用嚟辦大事嘅專用房間，即係家陣嘅廁所啊，一定布滿住細菌。咁佢哋喺邊度辦大事嘅呢？當時嘅貴族同皇室成員會製作一張用天鵝絨同埋名貴木材打造嘅特製辦公椅，下面擺個收集盤，只要將呢張辦公椅移動，就可以喺室內或者室外任何地方辦公。事成之後，僕人就會收走，並且將製成品抌喺花園、中庭或者外牆嘅空地。如果當時你置身其中，你會感受到一股前所未有嘅味覺享受。就連當時嘅國王路易14亦都頂唔住，需要時時刻刻搽大量嘅香水。雖然凡爾賽宮成為歷史上最臭嘅宮殿，不過法國皇室為咗事後嘅處理，一啲都唔馬虎。普遍平民可能用塊葉、用舊布解決，但係法國皇帝或者頂級貴族，佢哋辦完大事之後，會用最頂級嘅絲綢處理。如果用絲綢都未嫌夠舒服呢，根據歷史傳聞，佢哋會準備一隻生勾勾嘅鵝，事後用鵝頸嚟清潔，因為鵝毛夠軟熟啊嘛。過程係咁嘅，首先捉實隻鵝，跟手伸長條鵝頸，然後用鵝頸嚟抹咯。聽講隻鵝俾人捉實嘅時候就會緊張，因而產生微弱嘅肌肉震動，抹起上嚟特別爽。不過對於呢個傳聞，我並唔關心用後感，而係我想知道隻鵝跟住會點處理。再諗諗下，唔怪得法國鵝肝咁出名啦。19世紀係美國開拓時期，大批農民同拓荒者喺新大陸生活。當時現代廁紙仲未發明，美國人常用嘅事後工具就係佢哋身邊最常見、最中意用嘅粟米芯，即係我哋食完粟米剩翻嗰支芯。唔係講笑，呢個係歷史事實嚟噶。你可能會話用粟米芯咪刮到個屁股開花，你咁諗都啱嘅。當然係經過處理噶啦，曬乾咗個粟米芯，其實質地輕身，帶點微彈性，而且內部充滿住微小空氣孔。就係呢啲空氣孔，令到粟米芯喺冬天都唔會變咗粒冰棒，依然保持常溫兼且乾爽。而且佢表面粒粒凸凸，直徑啱啱好，簡直係天然具備人體工學設計嘅高爪力按摩輪。當時美國嘅用家甚至研發出一套終極工序，佢哋會用一支比較粗糙嘅粟米芯進行初步清理，再用一支比較柔軟嘅粟米芯進行深層清潔，雙重工序變出雙倍效能。直到後來，隨住印刷業發達，美國人先開始改用報紙或者百貨公司嘅商品目錄冊。話說喺19世紀初，美國經濟大蕭條嘅時候，當時啲人最驚唔係搵唔到嘢做，亦都唔係經濟崩潰，而係嗰年百貨公司出嘅目錄冊印得太薄，驚全家唔夠用啫。相信大家知道我係做飲食業嘅，職位係一個侍應生。冇嘢做嘅時候，一係就吹水，一係就聽客人喺度講經。有一次，有一台客10幾位，其中一位直上客啱啱去完印度，就喺度講佢喺呢個旅程中其中一個深刻嘅經歷。話說佢去到一個景點，呢位客人就要去廁所，入到廁所搵唔到廁紙，於是就出嚟問當地人有冇廁紙。當地人就帶佢入翻廁所，指住喺馬桶隔籬嗰個生鏽鐵罐裝住嗰罐水，然後舉起左手做手勢，將手指浸落罐水度。佢望一望罐水，罐水黃冚冚咁，結果佢都係引到翻酒店先去。即係咁，我身為一個侍應生，有咩未聽過啊？不過聽完佢嘅經歷之後，我就真係有啲反胃。聽講嗰罐水仲有個名堂，叫做 Loader。佢哋會用左手攞住個鐵罐倒水，然後用右手親手去幫大使收尾。我講個秘密俾大家知，自從我聽咗呢個故仔之後，
呢幾廿年嚟，如果有客人嚟自印度，我都會不自覺咁好留意佢嘅左手放咗喺邊度，你明白嗎？最後要介紹嘅處理方法，當然係我最愛嘅日式方法啦。自從見識過免治馬桶之後，真係翻唔到轉頭。但係未有免治馬桶發明之前，日本人係點樣解決呢個問題嘅呢？其實大家都知道，古代嘅日本好多生活上嘅細節都係參考唐代，喺呢方面都唔例外。當時佢哋使用一種叫做籌木嘅工具，正正就好似我國使用刺綢一樣道理。不過你知道，雖然日本喜歡抄襲，但係經過日本人手改造之後，變成一條削到比較薄、比較精緻嘅木片。不過無論改造到幾精緻，都唔及現代免治馬桶嘅改造。根據資料記載，由於日本人習慣喺榻榻米上跪坐或者盤坐，呢種姿勢會令下半身同盆腔嘅血管長期受壓，血液循環變差。再加上日本冬天非常寒冷，以前冇暖氣，又冇暖粒粒嘅免治廁板，當時使用冷冰冰嘅籌木，肛門肌肉一受到寒冷刺激，就會劇烈收縮，久而久之就會逼出痔瘡。根據非正式統計，當時每3個人就有一個係痔瘡病患者。直到1960年代，日本就引入美國醫療設備，專係為痔瘡病人用嘅溫水便座。點知一試之下，日本人除咗愛上之外，更加將呢個設備發揚光大，研發出精確38度溫水、黃金43度角嘅噴水科技，徹底解決辦大事之後嘅清潔問題。如果你有睇開我嘅影片，見到我成日去日本旅行，你都唔使問我點解咁中意日本啦。好啦，聽完我講咁多唔同地方、唔同時候嘅解決方法，希望你下次遇到問題嘅時候有辦法解決啦。如果你有其他解決方法，極之歡迎大家喺留言區提供。正所謂3個臭皮匠勝過諸葛亮。今集幾分鐘變專家就嚟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歡呢條影片嘅話，麻煩俾個 like， 記得訂閱、分享。我係力高。另外由今集開始，我個 channel 發佈時間會改為逢星期6晚9點鐘。多謝各位支持，我哋下個禮拜六再見，拜拜。